箴言第31章第22節，他為自己製作繡花氈子，他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所以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咧，如果你當理解咗，即係因為賢婦篇去到呢一度已經即係如一般讀呢段經文嘅人，已經知道衣服係有橫有直，知道編織衣服嘅愛意啦，係咪？原來呢度就講到咧，關於我哋侍奉嘅時候，如果你真係愛完人之後咧，你懂得去愛神嘅話咧，咁你嘅讚美衣、你嘅公義袍咧嘅編織方法咧，都一定有橫有直嘅。聖經裏面係咪有講到公義袍啊？就係白衣嘛？呢個就係講緊關於平信徒啦。平信徒最低限度都着白衣噶啦，最低限度都着呢一個嘅公義袍噶啦。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公義袍其實講緊係橫與直去編織出嚟，係你自己用你自己嘅意行去編織出嚟。有啲人呢，佢以為佢已經係所謂叫行得正企得正，就已經有公義袍。唔係啊，你只有公義線啊，因為直嚟直去好掘嘅呢啲所謂公義呢係唔夠嘅，你要懂得係使到你嘅公義變成見證啦，你嘅公義能夠感染人啦，你嘅公義能夠有系統地做出去呢，就好似一個乜嘢話，就好似一個管家一樣，有橫有直，有直來直去嘅呢啲嘅公義，但係亦要懂得你將你嘅公義編織成為一個網、一個見證、一個嘅系統，先至能夠導致你嘅公義能夠達到最大嘅見證，能夠成為一個最大嘅貢獻啊嘛，係咪？所以呢個公義袍呢，係我哋自己編織嘅，但係你諗下，舉世有幾多人為神做嘅嘢呢？係懂得編織啊？譬如舉個實際嘅例子，讚美衣咧，讚美衣係乜嘢啊？讚美衣就係話唔單止你中意敬拜讚美你，並且咧常常敬拜讚美，並且你懂得學埋樂器，唔夠噶，你要懂得組織敬拜讚美，你懂得組織一啲嘅點樣啊？一啲嘅系統導致能夠不斷作出呢啲嘅新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舉世根本得石安先擁有第一個 momentum 啫嘛，係咪？呢個咪就係敬拜讚美嘅打橫嘅編織啦，就係橫與直啦。你見唔見啊？呢個先至係叫做讚美衣啊嘛。咁而家你就睇到咧，關於呢度講緊咧，即係關於喺箴言第31章第22節講話，佢嘅衫係咩啊？佢嘅衣服係細麻衣同埋紫色布去所做嘅，就係講緊君尊啊，就係你自己將呢種嘅君尊呢個配得嘅身份啊，編織咗喺你自己嘅衣服度。所以你要睇到神係好強調祭司袍嘅，係咪啊？非常之強調呢個祭司袍，極之強調呢個祭司袍，佢哋先至有呢個資格可以進到神嘅至聖所裏邊吓。無論係大祭司同埋普通嘅祭司都一樣。但係可能你冇諗到呢個祭司袍係講緊就係話我哋自己嘅內涵所編織出嚟喺神嘅面前嘅義行啊、敬拜讚美啊、榮耀啊同埋君尊啊。因為呢個袍呢，祭司嗰件袍當然就係由一啲擁有智慧嘅人去俾佢着啦。但係問題佢係一個活劇講俾我哋聽，嚟緊嘅新婦呢，係就係為自己呢個穿着嘅嫁衣呢去作出佢自己嘅編織啊。佢為咗乜嘢？愛人同埋愛神去編織住呢一個嘅祭司袍。所以而家你諗下，你成為 Vios 嘅時候，咁就停咗喺度啊？唔係啊！你成為長子之後呢，將你自己咁大嘅智慧、咁好嘅呢一啲嘅信仰呢，成為見證，為咗神嘅緣故呢，你編織更大嘅使命同埋工作。呢個就將你個內涵能夠編織到出嚟咯。你知唔知道啊？所以原來呢個就係第三樣呢，就係我哋要知道呢，關於呢個衣服啦，就係橫與直嘅呢一個嘅編織而做出嚟嘅衣服啦。所以變咗你會睇到呢個真係肯定就唔係淨係盡力啦，係咪？你一定要盡心盡性盡意啦，係咪？你先至係可以做到橫嗰部分。因為你就咁盡力嘅時候，直嚟直去啫嘛，係咪？愛一隻狗都做到啦，係咪？即係你餵你嘅寵物，你都做到啦，直嚟直去嘅愛。咁而家你就明白咧，點解啊？即係喺即係神用水平新世紀咧去講最後呢個嘅復興吓。原來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當你成為新婦嘅話咧，你同水嘅關係都唔脫節嘅。所以而家你會睇到關於喺所有呢一啲我哋講嘅活劇當中咧，好多呢一啲嘅譬如阿弗洛狄忒啊，佢哋同海啊、同蚌啊、同水啊之間嘅關係咧係息息相關噶嘛。神講我哋嘅呢個錫安新歌嘅復興咧，竟然係用水平新世紀啊去對比出嚟噶嘛。原來咧就講俾我哋聽咧，關於呢個新婦啊，呢三樣嘢，無論係身份啦，佢同水喺工作上嘅關係啦，第三就係佢用
佢嘅工作裏邊去編織呢一啲嘅衫咧。咁而事實上我哋知道呢啲美衣呢啲嘅衫咧，都其實要用水洗淨嘅噃，係咪啊？所以變咗就算係呢個新婦咧，佢自己喺迎見神之前咧，佢都係照住聖經裏面所俾呢啲嘅標準，只不過做最高嗰個標準。所以能夠想象點解喺以色列國即係佢哋淨有個祭司體系啊，佢係個宗派嘅祭司嚟嘅，但係問題都係得一個大祭司，就因為呢個標準咧係超級咁高嘅，因為你成為童女咧個標準都基本上你能夠想象一個130人嘅教會咧，其實基本上都冇，肯定差唔多接近絕對肯定係唔會有一個嘅童女或者一個祭司喺度嘅，因為如果個標準係咁高嘅話，因為我所講緊嘅童女佢係 Vios 只係起步啫，你知唔知道啊？所以當講完呢一點嘅時候咧，你就絕對明白咧，天國嘅起步咧，神係正主耶穌講，正你唔能夠當佢發瘋啊！主耶穌講嘅，佢話天國裏邊最細嗰個都大過施洗約翰，就係咁解啦。你明唔明啊？因為施洗約翰咪就係代表外院咯，施洗約翰直情就係個毛衣人啦，你知唔知道啊？因為佢自己就係呢個穿毛衣啊，喺曠野啊，食蝗蟲野蜜啦嘅生活方式咧，去預備主嘅道路啊嘛。咁點解叫預備主嘅道路咧？因為施洗約翰就係代表咗喺外院嘅洗濯盤，佢根本都未開始聖所，佢直情都未開始進入聖所，所以你會睇到點解主耶穌佢講話天國裏面最細嘅一定大過施洗約翰，因為唔係講緊個身份咁簡單啦，因為原因就係話嗰個資格同埋個要求咧，遠遠超過施洗約翰嗰個時代嘅。所以如果我哋講緊關於咧當被提之後嘅兩個毛衣人咧，如果你話個表者啊，即係呢兩個毛衣人就係代表兩 group 嘅呢一啲喺信仰上面仲係起步緊嘅人，一個就係舊約身份起步，一個就係新約嘅受浸起步啦。所以用洗濯盤同銅祭壇去講啦，係咪？但係問題，如果呢兩 group 人所代表嘅表者，一個就一定係施洗約翰，另一個一定係摩西，明唔明啊？兩個都係呢一個表者嚟嘅，一個就係藉着舊約因信稱義去認識神，藉着銅祭壇，但另一個咧就係藉着乜嘢啊？就係水和聖靈而生嘅呢一個新約得救嘅身份，就係重生嘅身份啦。箴言第31章第22節，他為自己製作繡花氈子，他的衣服是細麻和紫色布作的。呈現我心聲，期待主傾聽，全力盡心要跟你優美蹤影，現不計多少困境，決心走天國路徑，向着前望，憑着信心，我必跨勝。踏過世間上千百荊棘，跟住你蹤影，誠實認真，心虔誠，尋求主引領。而我決心要跟你腳蹤，不管